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9，诗篇145篇8节安尼讲：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无快快生气，大大有慈爱。耶和华好款待万类，伊的怜悯抵引伊一切所做的。三甲来祈祷，怜悯抵引一切所做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的真神，你是永活的上帝，你是活命的主宰，你是阮生命的依靠甲帮站，主啊！阮谦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恳求你赐下你的怜悯甲疼痛，赏赐你的快乐甲阮同在，互阮通伫你的恩典中来活。主啊！愿常常伫所行所做来得罪你，也伫心思意念顶面无尊叹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亏欠。主啊！因为你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无快快生气，大大有慈爱。你好款待万类，你的怜悯抵引你一切所做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